喂，Hugo，你知唔知點解有啲人求幫手次次都失敗，但係有啲人求幫手次次都得？係運氣問題定係魅力問題？兩樣都唔係。第13條法則話俾我哋知，求人要 appeal， 自私。每一個人做嘢背後都係為咗自己，你要明白呢樣嘢，你先可以成功地說服任何人。等等，你意思係人係自私嘅？呢個係消極嘅世界觀嚟嘅？唔係消極，而係現實。你細心諗下，你做任何決定係因為你想要某樣嘢，或者想避免某樣嘢，呢個就係自私。但係我見過好多人幫人唔求回報嘅。佢哋幫人係因為幫完人之後自己會開心，幫人令自己開心，呢個本身就係自私。你以為係冇私，但係你大腦入面已經收到咗獎勵。我哋睇下喺現實生活入面，多數人係點樣求人幫手？佢哋會話：我需要你幫手，你係我最好嘅朋友，你一定會幫我嘅。呢個用法有啲似喺度俾壓力人哋。冇錯，呢個係道德勒索。你喺度暗示，如果你唔幫我，你就係一個衰朋友。但係呢種方法長期嚟講一定失敗。佢哋幫完你一次之後，會開始避開你，因為佢哋覺得被你利用咗。正確，佢哋覺得你只係想要佢哋嘅幫手，唔係真係在乎佢哋呢個人，關係就會慢慢破壞。咁樣先係正確方法。你要我幫手，你要話俾我知，幫你對我有咩好處？冇錯，每一個人做決定之前都會問：呢個對我嚟講有咩着數？你必須要能夠回答呢個問題。但如果你淨係為自己，唔理人哋感受，咁咪變成自私咯。關鍵喺呢度，真正成功嘅人唔係叫對方犧牲，而係創造一個情況，令到幫你對佢嚟講都有價值。Win-win 先係成功嘅合作基礎。有兩個商人同一個有錢人借錢，第一個商人走去求佢：我好慘，你係我最後希望，求你幫幫我。有錢人通常都會拒絕呢種人。冇錯。第二個商人點樣做？佢走去話：我有一個投資機會，預期回報係3成，你考慮下。佢從來冇求過，只係提供一個機會。有錢人當然會考慮，因為佢係為自己嘅利益而做決定。職場入面，你想老闆加人工，你會點樣提出？我會話：老闆，我做得好好，想加人工。呢個係淨係為你自己。老闆關心嘅係公司利益，你應該話：老闆，我幫公司慳咗100萬成本，如果我可以分到當中1成，我會繼續幫公司慳更多。呢個先係從老闆角度出發，你唔係求佢，你係提供一個佢拒絕唔到嘅方案。最好嘅推銷員從來唔會話俾你知佢哋想要咩，佢哋會問你你想要啲咩，然後話俾你知買咗呢個產品，你就會得到你想要嘅事。所以佢哋唔係 sell 緊產品，而係 sell 緊你想要嘅事。完全正確。你唔係要人哋做你想要嘅事，而係要令到佢相信做你想要嘅事就等於得到佢自己想要嘅事。政治入面呢條法則用得更犀利。想推行一個政策，你唔會話呢個政策對社會有好處，你會話呢個政策對你有好處，你支持我就你哋一齊得到好處。所以成功嘅政治人物永遠都係喺度 sell 未來，sell 緊利益，唔係 sell 緊道德。冇錯，你要建立一個利益共同體。當所有人覺得佢哋同你喺同一條船，佢哋就會自動幫你劃。三國都好用到呢條法則，用到盡。赤壁之戰前，諸葛亮去東吳，想說服孫權聯劉抗曹。佢唔係走去求孫權，你係好人，你要幫劉備。佢點做？佢係分析俾孫權知，如果你唔反抗曹操，你嘅地盤、你嘅家人、你嘅地位全部都冇；如果你反抗，你就有機會保住一切。諸葛亮完全唔提劉備嘅利益，佢只係不斷強調曹操會點樣摧毀孫權已有嘅事。呢個就係 appeal to self-interest 嘅精髓。所以第13條法則，求人要 appeal， 自私，唔好叫人哋為你犧牲，要令到幫你等於幫佢哋自己。記住，道德說服係最弱嘅工具，利益先係最強嘅工具。每一個成功嘅談判
每一個成功嘅推銷，每一個成功嘅合作，背後都係因為有人精準咁樣捕捉到對方想要啲咩。下次你想人幫手，唔好問你可以幫我嗎？問你想唔想要？多謝大家收看到尾，下集我哋繼續拆解第14條法則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comment 話我哋知你想聽咩 topic。